請鍾業振老師帶領我。請江卓寧老師帶領6E班畢請江卓寧老師帶領6E班畢業生進場。陸基朗、陳海南、陳以生、歐陽樂、羅光信、黃德成、現在請陳燕取畢業證書。請田校長陪同主禮嘉賓與畢業生合照。郭世希、江思、雲思晴、白樂之、羅希文、現在請陳泰能同學代表領取畢業證書。請校長陪同主禮嘉賓與畢業生合照。梁寶林、陳千龍、陳元希、郭宗耀、徐子信、林俊熙、現在請郭春瑤取畢業證書。請
校長陪同主禮嘉賓與畢業生合照。林清婉、張雨晴、潘景怡、劉雅、洪正橋、朱子彤、朱子耀、鐘海欣、有請同正女同學代表領取畢業證書。請袁校長陪同主禮嘉賓與畢業生合照。毛千怡、陳雙怡、可能發明咧四先完咗就到你個公司入喺嗰度，直接開始失蹤。有請毛千怡同學代表領取畢業證書。請袁校長陪同主禮嘉賓與畢業生合照。翁葉振老師讀出畢業生名單。李安學、影住，影住。袁子賢、陳之耀同學代表領取畢業證書。請袁校長陪同主禮嘉賓與畢業生合照。首先，頒發嘅係學科獎，恭請廖德強校董為我哋頒發中文科獎。6A 何心柔。第2名，律師劉華。第1名，6A 吳俊欣。請袁校長陪同廖校董與獲獎同學一同合照。文科活動服務同學，實在值得鼓勵。獲得第3名嘅係6B 麥思賢。第2名6A 楊欣樂。第1名6A 吳俊欣。
校長陪同楊校董同獲獎嘅同學一同合照。獎校董為我哋頒發服務獎，讓我哋借住呢個機會，多謝各個服務團隊喺呢一年入面為同學盡心、盡責、盡力嘅服務。我哋今日會頒發8個獎項，先請邱校董為我哋頒發首4個獎項。首先頒發嘅係領袖生服務獎，請領袖生代表律師潘景儀。風紀服務獎，請風紀代表6A 葉詠琛。校車服務獎，請車長代表律師毛千賢。護理生服務獎，請護理生代表6醫梁思慧。現在請林校董為我哋頒發接下嚟嘅4個獎項。圖書館服務獎，請服務生代表6A 鄭順文。CEO 服務獎，請 CEO 代表律師施卓基。IB 服務獎，請服務生代表6醫李建宇。升旗隊服務獎，請升旗隊代表6D 趙君睿。請吳校長陪同邱校董、林校董與各位服務生代表一同合照。接住，恭請劉思凡校董難忘嘅時間，就係全體6年級畢業生嘅大合唱。今日佢哋準備咗2首充滿希望同埋夢想嘅歌曲，表達咁多位同學對畢業嘅難捨、對未來嘅憧憬。但係正如歌詞提到，因為有你，青春有了意義。昔日一齊喺教室、操場努力嘅日子，會永遠珍藏喺心裏邊。就算日後各奔前程，只要回頭看，佢哋依然會為彼此嘅夢想繼續加油。現在，我哋將時間交俾一眾畢業生。